呢度係偶爾要重拾自己的習慣。今集和你出走，帶大家嚟到旺角，睇下有咩暑假好去處啦。第一站係 Moco 新世紀廣場，主題係夏日臥底茶室，有叉燒包、凍檸茶、酥皮蛋撻、點心車仔，重點係會噴出蒸汽㗎，仲有吸引點心卡、點心茶座、收銀機、點心紙。活動會去到8月30號㗎，得閒就去行下啦。可以用500分嘅對 point 積分換點心卡，再喺各層嘅印章站吸引。第一個就喺中庭近收銀機佈置，第二個喺公園同 food court 之間，第三個喺 Joy at Moco 附近，第四個喺翡翠小籠包對出，最後一個喺美心皇宮門口。呢度仲有其他打卡位㗎，Chikawa 嘅 fans 就唔好錯過啦。而且仲有好多鋪頭同餐廳，真係一個幾好嘅消暑好去處。下一站就係始創中心，喺 Moco 直行5分鐘內就到。呢邊有個關於舊香港同交通工具嘅活動，無獨有偶都有吸引任務，每一層都有一個㗎。上到3樓，跟住地下嘅指示，就行到去展覽位置啦。最後一個印章都喺入面，有我鍾意嘅霓虹燈、叮叮同電車車站、小巴牌、綠 van， 有冇你哋住嗰區啊？仲有巴士、懷舊磅重機、通花鐵閘、涼茶鋪。雖然展覽嘅地方唔大，都覺得主辦單位好用心。訂閱咗呢個 channel 未啊？唔使錢㗎，撳一個掣就 OK。我會有動力製作更多影片，希望你哋會支持啦。Like 同 share 埋俾親友啦。同場仲有香港插畫家葉偉清先生香港重機系列嘅作品，旁邊就係最後一個印章站啦。仲有一啲模型玩具等等，展期去到9月20號。分享卡會員除咗可以拎 postcard 吸引，仲有機會換領限定禮物，例如磁石貼、攬枕等等。快啲去行下啦！下一站去到 Top， 呢邊有 Nike 嘅 Potatoes 小屁薯。4樓就係迷因自拍區，你哋又認得出幾多張迷因圖呢？活動去到9月13號，仲可以留低你嘅筆跡。3樓就有一幅主題藝術牆，收埋咗18個迷因。2樓可以摸下 Potatoes 嘅大屁屁。1樓就有 Pop Store。呢個商場仲有其他應援、打卡位等等，fans可以慢慢發掘。呢度都算係潮流文化嘅集中地。無論係可愛嘅卡通人物，定係熱血動漫，或者隱藏笑點嘅迷因，喺呢度都一樣揾到。
咁今集和你出走就同大家行咗旺角3個商場，你哋鍾意邊個暑假好去處多啲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，旺角都會有 Part 2㗎，歡迎打賞以求合作，記得 CLSS 開啟小鈴鐺。多謝收睇，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